秦老师，那个14床要不要搞个病重？啊，下病重。你这个得赶紧上治疗了，我不等了。我们有2种治疗，一个就是糖皮质激素，一个是丙种球蛋白啊。这个激素倒还蛮便宜啊，但是丙种球蛋白一瓶要几百块钱，一次要打7、8瓶的哦，所以这一次是几千块钱。我说我这有个小孩子等着，我知道跟你让我还叫他过来啊。哦，那个我要的电话是你儿子电话是吧？啊，要是我儿子的电话。那我等下打一下那个电话跟他讲一下，好吧？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家属吗？对，我是中南大学湘雅爱医院呼吸科，您父亲在这里住院啊，他病情有变化，突然非常不舒服，然后血氧饱和度下降，我们给他下了病危。我们可能需要提前上这个治疗的方案，然后打电话给您沟通一下。首先我们的治疗方案，第一个是糖皮质激素，还有一种药物，现在是需要立即上去的，但这个药物就很贵了，它叫丙种球蛋白。这个药物在您父亲的体重来算的话，可能每天要3000块钱，就是这3到5天总共的费用是1万到15000块钱，光这一个药物。好，行，那就麻烦您赶快过来吧，好吧？行，好，再见啊。